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1月2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7篇第1节到第6节，撒母耳记上卷第1章第1节到20节，加拉太书第1章11节到2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启示。在1月6号，我们谈论到主显节。我们已经使用了这个英文字叫做 revealed， 这个字的意思，就是说要使能明白，透过揭示，明白上帝的旨意与恩典。上帝透过许多的人，使用许多的方法及启示，使人能够明白他自己的权柄和旨意。我们也都知道，撒母耳的母亲哈拿，她原本是无法生育的。虽然呢，她的先生以利加拿非常的爱她，并不会因为哈拿她没有生育就来摒弃她哈，反而更加的爱她。但是哈拿并不因为这样子就心满意足了，因为他以为以利加拿的妾比尼拿他在刺激他。撒母耳记上卷第1章第1节到20节记载了这一段的故事，也提到了许多的人物，但是重要的人物是哈拿跟上帝的关系。上帝如何以生育这件事情的应许来揭示他自己的全能，就如同哈拿为儿子所取的名字撒母耳，那意思就是说他是我向上帝祈求的。圣经的记载是这样说哈，在以法莲山区的拉玛城有一个人名叫以利加拿，他是耶罗罕的儿子，以利户的孙子，是属于以法莲支族苏弗宗族托户家的人。以利加拿有2个妻子，哈拿跟比尼拿。比尼拿有女儿，哈拿没有。以利加拿每年都从拉玛到示罗去敬拜上主，万军的统帅向他献祭。在那里有以利的2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做上主的祭司。以利加拿每次献祭之后，就把祭过的肉分给了比尼拿一份，给他的儿女各一份。虽然以利加拿很爱哈拿，但也只能分给他一份，因为上主一直没有让他生育。哈拿的对头比尼拿常常侮辱他，折磨他，因为上主使他不能生育。这种情形年年一样，每当他们来到上主的殿宇，比尼拿就使哈拿难过的掉眼泪，不吃东西。她的丈夫以利加拿就问她：哈拿，你为什么哭？为什么不吃东西？为什么这样伤心难过？难道有我不胜过10个儿子吗？有一次，他们在示罗，在上主的殿宇吃完饭，哈拿站起来，她非常的难过，一面痛哭，一面向上主祷告。那时，祭司以利正坐在殿门旁边的祭司座位上。哈拿许愿说：上主万军的统帅，请垂顾你婢女的苦情，眷念我，不要忘记我。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，我许愿把他终身献给你，一辈子不剃头发。哈拿不停地向上主祷告，以利注意看他的嘴唇，因为哈拿默默祷告，只动嘴唇，没有出声。以利以为他喝醉了酒，就对他说：你醉得还不够吗？别再喝醉了。哈拿就说：不是的，先生，我根本没有喝酒，我心里愁苦，正向上主倾吐我的苦情。别以为我是
规矩的女人，我一直在祷告，因为我极度的悲伤痛苦。以利说：你安心的回去吧，愿以色列的上帝照你所求的赐给你。哈拿回答：愿你常以仁慈待我。说完，他就离开去吃东西，不再面带愁容。第二天早上，以利加拿全家一早起来敬拜上主之后，就回拉玛去。以利加拿跟他的妻子哈拿同房，上主应许了哈拿的祷告，她就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。哈拿给这个儿子取名叫做撒母耳，因为他说：这是我向上帝所求来的。受拣选成为外邦使徒的保罗，在写信给加拿大的地区基督徒一个重要的观念，就是呢，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人所想出来的，更不是向人学习来的，不是从人所领受的，而是耶稣基督亲自的启示。上帝透过许多奇特的方式来揭示自己，不需要人去捏造。如同哈拿的生儿子如同撒拉的儿子，也如同保罗他自己所经历被光所照那种改变，改变了他的生命，成为福音的使者。加拉太书第1章11节到24节，保罗这样子的见证。弟兄姊妹们，我要你们知道，我所传的福音不是人所想出来的。我从没有向任何人接受过这个福音，也没有向任何人求教过，而是耶稣基督亲自向我启示的。我从前信奉犹太教的时候，行为为人你们都很清楚。我不留情地迫害上帝的教会，极力摧毁它。在同辈犹太人当中，我比别人更积极地遵行犹太教规，更热心尊奉祖宗的传统教训。但是由于上帝的恩典，在我出生以前，他就已经拣选了我，召我来服侍他。当他决定向我启示他儿子，使我在外邦人当中宣扬有关基督的福音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向任何人求教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人，却立刻到了阿拉伯去，然后返回大马士革。过了3年，我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彼得，跟他住了15天。除了主的弟兄雅各，我没有见过其他的使徒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上帝知道我不撒谎。后来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各地，那时犹太省各教会的基督徒都还不认识我，他们只听见别人说，那从前迫害我们的人，现在还在传扬他过去要摧毁的信仰，因此他们为了我的缘故颂赞上帝。诗篇27篇第1节到第6节，上主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，我有什么好畏惧的呢？作恶的人攻击我，仇敌杀害我的时候，他们都半跌扑倒，纵使大军团围困我，我也不害怕。纵使仇敌攻击我，我仍然要信靠上帝。我要向上主求一件事，只有这一件事是我的期望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家，在殿宇里赞扬他的美善，寻求他的引导。我遭遇患难的时候，他庇护我，他使我在他圣墓里得平安，把我安置在稳固的磐石上。因此我要胜过周围的仇敌，我要在他的圣殿里欢呼献祭，我要歌唱赞美上主。感谢主上帝赏赐圣灵，帮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。感谢上帝亲自向我们启示，
你自己，让我们能够领受你同在与保守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